文仔，今日教你幾樣嘢。第一樣嘢，對客要真誠。你好啊，陳生，今日咧點解由我接待你咧？係因為我老闆咧嫌你太過麻煩啦，唔想騷你，咁所以派咗我過嚟揾你啦。咁然後今日同你解釋翻啦，其實都冇咩需要解釋嘅 ，WhatsApp 都同你講晒，唔知點解你係都要中國頭埋你，就要問多次咁樣。第二樣嘢，做人記得要準時。第三樣嘢，做嘢一定要彈性。第四樣嘢，放假打俾你都好，你都記得一定要聽。收到啊，老闆。係啊，冇問題，冇問題，冇問題啊，老闆。第五樣嘢，如果遇到難題嗰陣時，可以答我哋個名。明白，老闆。喂，僆仔，做咩偷我部冷氣啊？我老闆浩仔啊，佢身份證係 Y， 電話號碼係，佢住天水圍嘅，有咩事你揾佢。